常看到哪里咧找食的个别模样引起讨论，这是南投县会当讲是哪里的生活所在。岛民众拄啊好看到哪里伫咧食大大必顺的狗野寿，一个无细哩头煞吊伫咧空旁，会当讲是会靠价袂分火，真无简单头才伸出来，会当讲真有生命力，真严硬，真罕你看到这款的画面，互大家看甲目睭无长轮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圆滚滚的体型，长长的尾溜，加上深色的外壳，古锥的模样，互看到的民众是真惊喜。你敢有约到这个当伫食物件新秘客是啥？这个新秘客就是拉力，刚才看到伊双手掰啊掰，手机空旁内底狗遐拢总互伊食了了。他们食的模样虽然是真古锥，但是食完头煞卡伫洞口，用尽规身躯的气力，才总算是走出来。哇，出来的你太棒了嘿！哇，正煞倒煞，总算是甲头伸出来。亲目睭来看到拉力伫咧野外求生的技术，互人是看甲目睭无长轮。他还蛮努力的在生存，最后还好他有逃脱出来，还蛮难得看到这种保育类动物，又不能帮他，感觉好难过。谁啊，大家拢无来斗相共。原来对野生的拉力来讲，斗相共颠倒是一种搅扰，因为伊完全会当家己来处理。近几年因为那个猎捕严重。所以说数量一直在减少当中。根据了解，拉力的个性真必须，以狗野、白虾做主要的食物，是台湾特有亚种，阁是野生性的保育类动物，所以民众会当伫咧理时来看到拉力的脱困秀，嘛算讲是真好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